弟兄姊妹早晨，願大家平安。雖然我哋唔能夠實體見到對方，但係好感恩，我哋都能夠一齊聚集喺呢個平台上面同心咁去嚟到去讚美我哋嘅天父，同埋嚟到專注去嚟到聆聽我哋主嘅話語。喺哥林多後書提到，主嘅靈在哪裏，哪裏就有自由。弟兄姊妹，我邀請你一齊嚟到站立，我哋就喺我哋身處嘅地方，一齊嚟到宣告我哋嘅主係嗰個得勝嘅上帝，亦都係賜我哋生命嗰位主啊！我要全心赞美，还要
为情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你里，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节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全心赞美，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节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全地宣告，榮耀復活救世主，無與倫比。救世主耶穌榮美，你是永永遠遠。在寶座上羔羊，歡欣跪拜我主，只想敬拜你名，我要宣告，榮耀復活救世主。被殺羔羊，世人得與神和好。你是永永遠遠，在寶座上羔羊，歡欣跪拜我主。只想敬拜你名，你是永永遠遠，在寶座上羔羊，歡欣跪拜我主，只想敬拜你名。永永遠遠，在寶座上羔羊，在寶座上羔羊，歡欣跪拜我主，歡欣跪拜我主，只想敬拜你名。我想赋予你施加的恩典，何等的爱，你大能手扶持我，太荣美，何等荣美，我愿
降服，告知你名，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荣耀君王，你的鞭伤了医治，生了儿子，彰显恩典真实，何等的爱，带我进入你恩赐，真美好，你真美好，我愿降服，告知你名，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我愿降服，告知你名，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此时此地，愿你升起，你的荣耀就在这里，从天堂到地极，神你属为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此时此地，愿你升起，你的荣耀就在这里，从天堂到地极，神你属为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我愿降服，告知你名，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我愿降服，告知你名，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我属你，永遠屬你。係天父，我哋呢係屬你，我哋嘅生命係屬你，你係嗰個呢賜我哋生命嗰個主，亦都呢係叫我哋喺耶穌基督裏面呢，從罪裏面、死亡裏面去得釋放嗰個神。所以主，你教我哋嘅生命要嚟到呢，交畀你去嚟掌權，讓我哋呢降服喺你嘅大能嘅裏面，讓我哋降服喺你聖靈嘅裏面。主啊，讓我哋呢能夠時刻就嚟到呢去為我哋嘅生命去嚟宣告，主啊，我哋呢喺裏面係得自由嘅一班子民，我哋呢係得着呢一份嘅大能喺我哋嘅生命嘅裏面。主啊，願呢我哋生命能夠讓你得榮耀，奉我主耶穌基督得聖名之祈求，阿門。跟住呢係奉獻，
亦都讓我哋透過呢個時間，我哋嚟到去沉澱，去嚟到默想，今日我能夠為主擺上呢有幾多？弟兄姊妹咧，可以將你嘅獻金放喺奉獻封入面，可以喺辦公嘅時間拎返嚟教會，或者喺留待下個主日拎返嚟，或者你可以透過網上轉賬，或者係櫃員機轉賬入到教會中國銀行嘅戶口。而透過呢種方式奉獻嘅弟兄姊妹就記得要填返喺網站上面嘅奉獻資料嘅電子表格，等我哋有返個記錄。而我哋都一齊嚟到禱告，感謝主你嘅供應，就讓我哋呢啲微小嘅金錢能夠嚟到擺上，求主你親自嚟到化為大用，喺你事工上面有益處，更加去使用我哋嗰個願意為你奉獻嘅心。求你咁嚟到祝福帶領，聽我哋祈禱，奉主耶穌得勝名祈求，阿門。係讀經嘅時間，今日嘅經文係喺路加福音4章16至30節，大家可以一齊望住熒光幕嘅經文一齊誦讀。預備起。耶穌來到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素來的規矩進了會堂，站起來要念聖經。有人把以賽亞先知的書交給他，他就打開，找到一處寫着：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擄的得釋放，失明的得看見，受壓迫的得自由，宣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於是他把書捲起來，交還給管理人，就坐下。會堂裏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聽見的這段經文，今日已經應驗了。眾人都稱讚他，並對他口中所說的恩言感到驚訝。他們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嗎？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一定會用這俗語向我說：醫生，你醫治自己吧。我們聽見你在迦百農所做的事，也該在你自己的家鄉做吧。他又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先知在自己家鄉被人接納的。我對你們說實話，在以利亞的時候，天閉塞了3年6個月，遍地有大饑荒。那時以色列中有許多寡婦，以利亞並沒有奉差往他們中任何一個人那裏去，只奉差往西頓的撒勒法一個寡婦那裏去。在以利沙先知的時候，以色列中有許多麻風病人，但除了敘利亞的乃縵，沒有一個得潔淨的。會堂裏的人聽見這些話，都怒氣填胸，就起來趕他出城。他們的城造在山上，他們帶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卻從他們中間穿過去走了。經文讀畢。今日為我哋證道嘅講員係袁達鵬宣教師，講員係有客道。好，弟兄姊妹你好啊！咁喺颱風嘅日子咧，我哋只能夠透過網上咧同大家見面啦。4年一度嘅世界盃，一共104場，終於畫上一個句號啦。咁大家就唔需要3點鐘起身啦，5點鐘起身睇波啦。英法嘅季軍戰啊，峰迴路轉啊，最中意咧呢個6-4完場啊！咁啊，英法嘅球員走埋一齊祈禱啊，大家都放低咗成敗，走埋一齊嚟到禱告，係一個少有嘅畫面嘅。咁另外一個畫面係比較極端嘅，
睇到呢個挪威啊，同埋韓國啊。咁韓國咧喺分組賽就止步啦，兵敗反國，就到200名嘅球迷咧非常之嘅憤怒舉牌啦。咁卻有50名嘅球迷咧身穿球衣，仍然支持佢嘅。咁呢都係窩心嘅。呢個維京人嘅挪威啊，雖然8步指強啊，但係超過10萬名嘅群眾咧湧到呢個奧斯陸嘅街頭，連王儲要親自帶領全體嘅人民咧玩呢個維京撐船嗰個嘅場面係非常之震撼嘅。咁今日嘅經文，耶穌返到拿撒勒，又係一回咩事呢？我用咗一首唐詩嚟做一個比喻啊。首唐詩咧，大家應該都唔會陌生噶啦，大家讀書嘅時候應該都讀過。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無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啊？年少就離開呢個家園，到咗年老返回自己家鄉嘅時候，已經係白髮斑斑啦。4章16節嗰度話，耶穌來到拿撒勒，就在自己長大嘅地方。另外一個聖經譯本就話，年少時居住拿撒勒。路加福音作者咧係一名醫生啊，佢係經過詳細嘅考察，同埋按住事情嘅先後次序寫成呢個路加福音。耶穌嚟到拿撒勒，耶穌係第幾次嚟到拿撒勒呢？我試一睇睇啊，耶穌喺拿撒勒嗰啲，我哋 highlight 一下，重點睇一睇耶穌喺拿撒勒嘅事啊。佢喺未出世嘅時候，神就差遣天使加百列去到呢個拿撒勒城，向一個童貞女去報一個信息，你將要懷孕生子。1章26節。耶穌喺瑪利亞個腹中，由拿撒勒城咧上翻去猶太嗰度做呢個戶籍嘅登記。2章3節。耶穌出世咗之後咧，嬰孩嘅時候咧，佢阿爸阿媽咧帶佢上呢個耶路撒冷去獻俾主，之後就翻到拿撒勒。呢個係2章39節嘅記載。到咗耶穌12歲嘅時候咧，佢母親就帶佢上耶路撒冷過節，同拉比嚟到對答，之後又翻拿撒勒。呢個係2章50節。出道之後咧，耶穌禁食40晝夜，就隻身翻去拿撒勒，即係佢今日講到經文路加福音4章16節。我哋話衣食住行咧都喺屯門嘅話咧，我哋就稱佢為即係正宗嘅屯門人啦，因為你衣食住行都喺屯門嗰度啦。咁新約聖經裏邊咧，我哋揾到2節經文，即係其中2節經文呀，都係顯示出咧耶穌咧被稱為拿撒勒人耶穌嘅。喺約翰福音1章45節啊，腓力就找到拿但業，就對佢講啦：摩西在律法書上所寫嘅和眾先知所記載嘅位咧，我哋都預見啦，就係約瑟嘅兒子拿撒勒人耶穌啦。另外一節經文就係耶穌就嚟離開世界嘅時候啦。約翰福音19章19節，比拉多又寫咗一個牌子釘在十字架上，寫的是乜嘢咧？就係猶太人嘅王拿撒勒人耶穌。嗱，根據路加福音嘅記載咧，耶穌12歲嘅時候出現過喺拿撒勒，30歲嘅時候咧再出現喺呢個拿撒勒。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無衰啊！呢個鬢無衰咧，完全唔能夠套用喺耶穌基督嘅身上，因為猶太嘅法典啊，呢個塔木德記載啊，30歲正正係人生咧叫最充滿精力、最旺盛嘅年頭嚟嘅。12歲嘅佢就喺耶路撒冷咧，同佢拉比對答如流，眾人都非常驚訝嘅。呢個12個嘅小孩子能夠同呢個經學教師啊拉比嚟對答，到佢30歲嘅時候咧，喺會堂裏邊咧嚟教導眾人，呢個係唔出奇嘅事。喺新約嘅時代咧，喺猶太會堂教導講道又好啦，傳統咧必須咧你要至少係30歲，所以我諗咧耶穌30歲出道咧，可能都有佢嘅原因嘅。咁就有人咧去到會堂嘅時候咧，有人將以賽亞嘅書就交俾佢啦。嗱，呢個以賽亞書咧早喺1947年
喺呢個死海西北昆蘭洞穴咧，就發現死海古館咧中咧就係好著名、保存得最完整之咧，長達7公尺，大概係24尺嘅羊皮卷咧，就係呢個以賽亞嘅卷軸啦。因為當時嘅聖經係卷軸嘅，俾大家睇睇張圖啊，係咁樣嘅，係卷軸嘅聖經嚟。即係我哋而家用緊聖經咧叫平裝版啦，以前嘅聖經係卷軸嘅，所以當要拉開晒全嘅以賽亞書咧，大概係7公尺，即係而家話24尺咁高喎，即係好似一個嘅村屋咁高啊，村屋係27尺啊。咁耶穌讀咗咩經文咧？就係呢節啦。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嘅得釋放，瞎眼嘅得看見，受壓迫嘅得自由，報告人悅納人嘅禧年。以賽亞書66章，而呢段經文咧就放咗喺61章嗰度。我哋按常理啊，要呢捲到最後嘅地方咧，先揾到呢節經文。耶穌係刻意去揾呢節經文嘅。其實耶穌唔使揾都識背，我覺得。但係我覺得耶穌係按照當時嘅尊重翻當時嘅禮儀啊，就喺眾人面前就捲開呢卷書卷，就宣讀呢一節嘅經文。大家有冇去過一啲嘅按牧嘅典禮啊？被按立嘅牧師咧，佢哋都會當刻都會講下佢嘅蒙召嘅經歷啦，佢自己嘅心志啦，侍奉嘅心志啦，對前面嘅展望啦，簡稱為呢句述志啊。耶穌喺傳道初期啊，就公開佢嘅侍奉宣言啊，但係佢冇選擇喺耶路撒冷呢個夠晒標誌性、夠晒代表性，佢都冇選擇喺草坯地向住嗰5000個家庭咧夠晒呢個宣傳性啦。好似呢個水餃皇后啊，佢咧係賣呢個山東水餃嘅，但係有人問點解你唔叫北京水餃咧？山東邊個識啊？梗係叫北京水餃啦，個名大啲響啲啊嘛。世界都係咁樣諗嘅，個焦點咧要放喺夠響啦，又要夠數據啦。早排咧 DSE 嚟到放榜啦，係咪？有人興高采烈啦，因為入到名校啦。但係亦都有人咧入到第一志願咧，佢仍然走去啲名校嗰度敲門。新聞都會報道呢啲嘢嘅，因為呢啲先有新聞價值啊嘛。耶穌就好低調，由加利利行翻30嘅公里，翻到自己嘅成長嘅地方拿撒勒。拿撒勒其實冇出過任何傑出嘅人物嘅，耶穌就選擇一個唔起眼、一個自己成長嘅地方，一個村落裏邊咧，去公開宣告佢自己嘅侍奉嘅宣言啊！呢個宣言係大概係有4樣嘢啦：被擄嘅得釋放，瞎眼嘅得看見，受壓制嘅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嘅禧年啊！被壓制和被擄嘅猶太人咧，當時處喺一個水深火熱裏邊啊，係極度渴望咧神差遣呢個彌賽亞。彌賽亞嘅意思咧，即係話咧係一個拯救者啊，救佢哋脫離咧羅馬嘅統治，恢復翻咧大衛嗰個王朝。耶穌嘅降生咧，正係踏上呢個動盪不安嘅舞台上邊。瞎眼嘅得看見，施洗約翰佢門徒咧嚟，施洗約翰嘅門徒咧嚟問耶穌：你係將要來嗰一位啊，還是我哋要等待另一位啊？耶穌就請約翰嘅門徒帶一個口信翻去俾你嘅師傅。嗰個口信就係咧，瞎眼嘅看見，瘸子嘅行走，長大麻風嘅得潔淨，聾嘅能夠聽見，死人復活，貧窮人咧聽到福音。當時猶太地就充滿着各種病症嘅人畢士大池嘅旁邊咧，正好話俾我哋知係個咁嘅境況啦。有失明嘅，有瘸腿嘅，有癱瘓嘅。
嗱，兩個記載咧都係以瞎眼為首嘅，眼睛都係好重要噶，所以當我哋猛啲太陽嘅時候咧，就戴住副黑超啦，保護雙眼啦。但係有冇聽過咧？眼睛係靈魂之窗咧？嗱，我就聽過啦，牛咁眼啦，火遮眼啦。當你冇神冇氣嘅時候咧，就死魚咁眼啦。我做白車嘅時候咧就知道，當眼睛嘅瞳孔放大嘅時候咧，佢嘅天國就近了啦。眼睛係靈魂之窗啦，呢句說話知唔知係出自邊度咧？原來就係出自意大利文藝大復興嘅達文西大師啦。喺登山寶訓，耶穌都咁樣講過嘅，眼睛係身體嘅燈，你嘅眼睛若明亮咧，全身咧都明亮，全身都光明；你嘅眼睛若昏花咧，全身都黑暗。你裏面嘅黑暗，你裏面嘅光若黑暗咧，呢個黑暗咧係何等嘅大？所以耶穌話失明嘅要得看見，唔單止肉身上面嘅眼睛啊，心靈上面眼睛都要得看見。咁最後佢個另一個宣告就係咩咧？報告神悅納人嘅禧年啊！根據利未記第25章啊，舊約時代咧，猶太人咧每50年一次咧就係一個禧年啦。係咧呢一年咧好快樂噶，做奴隸嘅得釋放，欠債嘅一筆勾銷，祖傳嘅物業咧要歸回物主嘅後人。人生有幾多個50年啦？係咪啊？兩個嫌多，一個多啲就啱啱好啦。佢哋能夠喺有生之年遇上禧年咧，簡直就係歡喜若狂，心花怒放。正如我哋遇上2020年啊，18歲或者係香港嘅永久性居民咧，每人都有1萬蚊，我哋都開心啊！我哋可以買我哋平時唔會買嘅嘢，去我哋想去嘅地方。耶穌呢4樣嘅宣告，被擄嘅得釋放，失明嘅得看見，受壓制嘅得自由，被報告神悅納人嘅禧年咧，佢哋嘅反應係點咧？佢哋嘅反應，聖經話對他口中所出嘅恩言啊，係恩言啊，感覺到好驚訝嘅。NIV 譯本譯作眾人都讚不絕口啊！佢哋對耶穌嘅恩言係讚不絕口，但呢份嘅讚嘆咧就好似時鐘裏邊嘅秒針一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咁就完咗啦。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啊？故人重遊舊地，孩子就問啦：你喺邊度嚟嘅？會堂嘅人聽到耶穌嘅宣告，聽到佢呢份嘅恩言，感覺到欣慰，感覺到讚嘆，只係維持咗幾秒啫，然後就問啦：喂，你咪約瑟嘅兒子咯？你唔係就係約瑟嘅兒子？嗱，喺耶穌嘅時代咧，拿撒勒咧係一個唔係好出名嘅一個小村落，但係呢個小村落咧，卻係有14個維園咁大。近代嘅考古學咧就發現咧，當年耶穌嘅時代咧，呢個拿撒勒咧大概有住咗50戶人家嘅啫。當耶穌出道嘅時候咧，大概係30歲。我相信喺會堂裏邊咧嚟聽到嘅人咧，同耶穌嘅年紀差唔多，相約都係30歲左右。同一個村落，佢哋喺童年時甚至同耶穌一齊玩過泥沙，但係好可惜，佢只係提到佢係約瑟嘅兒子。難道佢哋唔知道耶穌喺嬰孩時期就俾2個老人家祝福過、預言過？女嘅就叫亞拿，男嘅咧就叫西面。西面就預言咧，耶穌就係嗰個外邦人嘅光，係以色列嘅榮耀。難道佢哋唔知道喺孩童嘅時期，喺人流眾多耶路撒冷嘅聖殿裏邊，佢同拉比嚟到去對答如流，叫拉比叫眾人旁人感覺到驚訝。但係好可惜，
佢只知道佢係一個木匠嘅兒子啊。對於你嚟講，你信咗主都一段嘅日子啦，或長或短，你認識耶穌有幾多咧？你覺得耶穌係邊個咧？我睇26歲嗰年左右咧，係我人生第一次搭飛機，我就去到新加坡呢個地方，去到新加坡嘅地方咧，嗰個地方地方名唔記得啦，不過係記得個教會名嘅 FCBC， 係堅信浸信會，去認識下咩叫做細胞小組。我喺當地咧，喺一間書室裏邊咧，就見到一件 T 恤啦。嗰件 T 恤咧係咁樣款嘅寫咗好多關於耶穌嘅名嘅其中有咩咧？耶穌就係道路真理生命啦，耶穌就係好牧人啦，耶穌就係神嘅羔羊啦，奇妙嘅策士啦，永在嘅父，明亮嘅晨星，世界嘅光，寶貴嘅房角石。佢耶穌係開始同埋終結，但冇一個形容話佢係木匠嘅孩子。呢度 T 恤入邊咧，呢件衫仍然擺喺我櫃桶裏邊嘅。呢度嘅描述咧，差唔多接近40個。我相信大家對耶穌嘅認識咧，一定多過當時嚟聽到嗰啲嘅猶太人。當時嘅會堂咧嘅聚會咧，一般係咁嘅程序嘅。佢哋會有信仰嘅宣認通常你哋會宣認邊一節經文咧？就係喺申命記6章4至9節以色列，但你要聽耶和華我們嘅神咧係獨一嘅神，獨一嘅主。你們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嘅神。我今日吩咐你的這些話都要記喺心上，也要殷勤教導你嘅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走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吟朗。要係在手上作記號，戴在額上作經格，又要寫在你門屋的門框上和你的城門上。宣認完之後咧，跟住有個公禱嘅時間啦，就會朗讀經文啦。一般朗讀經文咧，佢哋會朗讀呢個嘅律法書同埋呢個嘅先知書，跟住就係講道啦，跟住就祝福啦。咁有啲似我哋係冇咗個敬拜唱詩嘅時間啫。咁耶穌咧讀完呢個以賽亞書之後咧，就跟手講道啦。咁耶穌講道嘅內容咧，同埋引言咧係一氣呵成嘅。醫生，你治好自己吧。我們聽見你在迦百農所做嘅事咧，也該在你自己家鄉做吧。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先知在自己家鄉被人接納。呢兩句說話咧，就成為咗耶穌講道嘅引子啦。你這不是約瑟的兒子嗎？呢句說話係講緊猶太人佢哋嘅唔信，佢哋唔打算聽耶穌你所講嘅什麼嘅宣告。雖然有一刻嘅感動，但係畢竟咧呢個宣告唔係出自一個權貴嘅將領，而係出自一個極其平凡鬥木佬嘅兒子。因此呢班人又貶低佢，用一個極低嘅水平嚟衡量佢，甚至係揶揄佢。醫生，你治好自己吧。迦百農所做嘅事咧，也該在你自己家鄉做吧。即係你 show 啲 call 你嚟睇下先啦。跟住耶穌就講啦，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先知在自己嘅家鄉咧係被人接納嘅。我初信耶穌嘅時候咧，係一個基督徒嘅群體成長咯。當我讀完神學之後咧，我就主動聯絡翻呢個群體嘅負責嘅同工，表達咧好想翻嚟呢度服侍。佢對我講：你唔好諗住翻嚟做一隻受保護嘅動物。我當時唔識反應，我水皮啦，即係讀咗3年神學，都唔識用翻呢句，沒有先知在自己嘅家鄉被人接納。耶穌初出道就咁俾人揶揄啦。直到佢被人釘十字架之後，同樣遭到揶揄，救自己從十字架上下來，
現在從十字架上下來，好讓我們看見就信了。他若是基督，係神所揀選嘅，救救自己啊！所以做基督徒咧，俾人揶揄咧，都係就算俾人揶揄啊，都係好正常嘅。點解正常咧？因為你做得啱，逐啲講句，你先至俾人串嘅啫。所以你唔使紅眼嘅，又唔需要話忍一時風平浪靜嘅。因為使徒昔日佢周圍傳耶穌個名嘅時候咧，都係俾人砌噶啦，俾人揼噶啦。但係佢哋唔係揾機會揾日子去復卓噶，而係歡天喜地走埋一齊話。佢哋話咩咧？因為我哋為主嘅名配得受辱而感到高興快樂。沒有先知在自己家鄉被人接納咧，佢哋唔接納嘅原因有乜嘢咧？起碼有3樣嘢，係出於嫉妒啦、小看別人啦、聽信謠言啦。咩謠言啊？你係私生子嚟嘅啫嚇。可能我哋都領教過別人對我哋嘅嫉妒，睇我哋唔起，甚至謠傳一啲我哋不利嘅說話，一啲唔似是而非嘅，唔係似是而非，有啲唔係咁樣發生嘅嘢，一啲謠傳。但係我哋有冇曾經咁樣對待過人呢？包括你嘅家人、屋企人，起碼我就有啦。第一日未死，仍然有機會悔改嘅。有參與繪本嘅組員咧，我曾經聽過一個咁樣嘅見證啦。佢講翻佢信耶穌之前嘅事。佢係一個姊妹嚟嘅，佢係一個律師。呢一日咧，佢喺中環翻新工，但係律師樓咧，正就喺嗰日咧，下邊就打劫銀行啦。佢一翻到律師樓咧，佢老細就同佢講啦：哇，你都好大歉啦！第一日翻新工，下邊又打劫銀行。呢個姊妹佢點樣回應佢老細咧？佢話：你滿面鬍鬚啊，你落街人會當你係賊啊！當然呢個律師好中意佢啦。點解咁中意佢咧？因為做律師最緊要有急才、有口才啊嘛。世界都係中意用啲咁嘅方式，你窒下我，我窒下你咁嚟到溝通。耶穌出道呢3年，一直都係俾人嚟到睇唔起，一直都係俾人咁樣藐視。先知以賽亞書已經預言呢個彌賽亞係被藐視、被人厭棄、不被尊重，直至被害啊！耶穌嘅引言當然令佢哋不爽啦。跟住耶穌嘅說話咧，佢嘅講道內容咧，更加叫佢哋嚟到跳掣。我對你們說實話，在以利亞嘅時候咧，天閉塞咗3年6個月，遍地有大饑荒。那時以色列中有許多嘅寡婦，以利亞並沒有奉差遣往他們中間任何一個那裏去，只係奉差遣往西頓嘅撒勒法一個婦人寡婦那裏去。在以利沙先知嘅時候咧，以色列有許多嘅麻風病人啊，但係除咗敘利亞嘅乃縵咧，沒有一個得醫治。以利亞嘅年代啊，旱災、大饑荒，神就差遣以利亞咧去到西頓法勒嗰度咧，就投靠一個捉襟見肘外邦人嘅窮寡婦，窮到一個地步，聖經形容佢話咩咧？我食埋呢餐就死噶啦！先至有時做嘅嘢咧，我哋好難理解啊！堂堂一個猶太嘅男人啊，竟然要求一個窮寡婦，人哋仲有個孩子嘅，你先做個餅俾我食啦！要求佢先做個餅俾佢，然後就承諾啦。以利亞就承諾你做個餅俾我先啦，你嘅面盤嘅麵粉、油瓶嘅油咧，會用之不缺嘅。因着呢個窮寡婦嘅信服，佢天天經歷神嘅供應，佢死去嘅兒子最後都復活過嚟。最後呢個窮寡婦講咩咧？佢話：現在我知道你是神人，
耶和華藉你口所說嘅話係真實嘅。第二個人乃縵啊，係敘利亞中部亞蘭王便哈達嘅元帥嘅將軍，佢深得亞蘭王嘅賞識，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享盡榮華富貴，亦有權力，但係好不幸，佢就患上麻風啊，苦不堪言。亞蘭王便哈達喺主前853至到859年呢，多次率領呢個領兵同以色列交戰。乃縵嘅妻子嘅婢女呢，就喺交戰時候呢，從以色列擄回來嘅。但係主母呢，乃縵嘅妻子呢，對呢個被擄翻嚟嘅以色列嘅婢女呢，係不薄嘅，對佢好好嘅，所以佢唔忍心睇見乃縵呢重病，所以就向主母嚟到進言啦。佢話以色列有個先知叫以利沙，佢可以醫治乃縵嘅。於是乃縵呢就帶住大批嘅禮物，包括金子150磅、銀子750磅，仲有10套名貴嘅衣服咧，就前往以色列求助啦。咁以色列王咧知道佢嚟求助咧，就非常之頭痕啦，因為佢心諗你梗係揾機會嚟同我開戰啦，揾啲藉口嚟打我啦。正係以色列王一籌莫展嘅時候咧，以利沙就派僕人就同佢講啦：你叫乃縵過嚟咯。咁乃縵到咗以色列拜訪嘅時候咧，呢個以利沙咧比佢師傅咧更有性格喎，佢連門都唔開，就打發僕人同佢講啦：你叫佢喺約旦河沐浴7次啦。咁乃縵就非常之興啦嚇，即係我哋嗰度冇好嘅河咩？淨係你嘅約旦河先至咁巴閉咩？咁啊，乃縵係非常之谷氣嘅，諗住打道回府啦。但係隨從嘅僕人就話啦：你試過咁多次都唔得啦，不如你試下啦。乃縵終於放低自己驕傲咧，去到呢個約旦河沐浴7次，結果咧就病得着醫治，佢個皮膚咧好似小朋友咁光滑。乃縵因此咁樣，佢許下誓言，佢話咩咧？除咗上主以外，我決不再向其他神明獻祭。從呢件事件裏邊，我哋睇到外邦人嘅口說出咩咧？一個窮寡婦講出乜嘢咧？現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華藉你口所說嘅話係真實嘅。一個窮人咁樣講啊，一個有權貴人就咁樣講啦。除了上主以外，上主以外，我決不向其他神明嚟到獻祭。外邦人既然講出啲咁嘅說話，都係覺得呢個神係真實嘅，要侍奉佢嘅啊。但係同族嘅人會講咩咧？你唔係約瑟嘅兒子咩？喺馬太福音7章6節嗰度咁樣講啊，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珍珠掉在豬前，恐怕它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呢啲經文咧，我睇好耐，其實我唔係好明白，為免我解錯經啦，即係大家作為一個參考就好啦。嗱，耶穌喺呢個會堂裏邊宣讀佢侍奉嘅宣言啊，但係遭到同族人懷疑、質疑、揶揄，甚至要推佢落崖，就好比呢個珍珠丟在豬前，恐怕佢哋踐踏咗啲珍珠，轉過頭嚟咬佢。我就開始明少少呢啲經文。耶穌第一篇講道就引用咗呢兩個例子，講明神嘅祝福要臨到外邦人嗰度。佢就話以利亞嘅時候有好多嘅寡婦，但係神呢佢係差以利亞咧去到西頓一個外邦嘅地方，一個窮寡婦裏邊。喺以利沙嘅時代咧，有好多長大麻風嘅人，但係只有乃縵得到醫治，而且乃縵係一個外邦嘅地方，亦都係一個外邦嘅人。所以神嘅祝福咧，唔係憑信心，唔係靠拉關係，唔係因為你嘅種族而拉關係。耶穌嘅老表施洗約翰早前已經講過啦，唔好以為自己話係亞伯拉罕嘅係你嘅祖宗就可以打橫咁行啦。我告訴你們，神從呢啲石頭
興起亞伯拉罕嘅子孫，斧頭已經割在樹根上，唔結好果子咧，都要割下來，丟在火裏去。耶穌更指出先知喺自己嘅家鄉唔受歡迎咧，呢個係佢哋根深蒂固嘅文化。猶太咁多寡婦，只有外邦嘅寡婦得着供應；以色列咁多嘅麻風病人，只有外邦嘅人得着醫治。大家諗下，耶穌呢番嘅說話，耶穌呢篇道對猶太人產生乜嘢嘅衝擊呢？窮人、婦人、外邦人、麻風病人，喺猶太人嘅眼中，佢哋喺社會裏邊最底層嘅。你竟然用呢4種人嚟話我哋，所以耶穌講到佢哋足以叫佢哋跳祭，因為猶太人一直認為係我哋嘅民族先至係既得利益者。但係耶穌一開波講到就話神嘅祝福要俾外邦人，所以佢斷定耶穌係一個賣國賊，將佢推入山崖。喺舊約時代咧，猶太人處決嗰啲叛國賊咧，就係推佢落山噶啦。但係耶穌好輕盈，從人群中嚟到去走過。呢一走，路加福音再冇記載過耶穌出現喺拿撒勒。呢段嘅經文俾我哋咩反省？你有咩地方覺得比人哋強而睇唔起人哋咧？使徒保羅係一個有學識嘅人受教於加馬列嘅門下，即係啲名門嘅老師佢係一個非常有學識嘅人，但係仍然說出只要心存謙卑，看別人比自己強。另一方面，有咩說話會令你跳祭呢？點解人哋一句說話會令你跳祭呢？跳祭有兩極噶，可以係好大嘅反應亦都係可以沉寂落嚟，接埋自己離開咗人群。係咪言語之間觸碰到你嘅價值觀而跳祭呢？係咪觸碰到你嘅信念而跳祭呢？係咪觸碰到你嘅傳統而跳祭呢？係咪觸碰到你未復原嘅傷口而跳祭呢？感謝主俾我哋喺風暴裏邊都能夠一同網上崇拜，亦都係聽到阿鵬嘅一篇嘅信息，讓我哋都可以有一啲嘅心思喺主裏邊嘅話語同埋教導。以下係報告嘅時間，我哋咧係有一個好簡單嘅報告，重點有兩個。第一就係9月27號係我哋嘅教友大會。嗰日咧，請大家弟兄姊妹咧預備時間，喺崇拜之後咧，我哋會有一個教友大會去溝通翻我哋教會嘅資訊。第二個部分係堂委會選舉信函嘅通知。咁如果大家咧係喺一個嘅電郵上邊咧，會收到我哋咧合資格選堂委嘅一啲弟兄姊妹。咁當然我哋都會翻到咧我哋實體崇拜嘅時候咧，都會咧有一個信函係會咧
發俾一啲咧合資格咧去選堂位嘅弟兄姊妹嘅，亦邀請咧有心志啦，亦都咧係喺當中禱告喺裏邊咧去尋求主嘅心意，係咪咧自己都會咧係成為堂位嘅一份子咧？當然亦都咧係當中咧，我哋會有一個堂位嘅預備班，係啦，係讓大家咧係去到參與嘅，係啦，求主咧去引導大家係喺主裏邊咧去服侍，尋找到自己嘅崗位喺主裏邊咧去發光。跟住咧，我哋會有禱告嘅時間，邀請大家而家安靜心靈，我哋一齊咧去到禱告。親愛天父上帝，我哋咧滿心嚟到去讚美你，無論係雨天晴天或者係風暴嘅當中，我哋咧都能夠經歷主你嘅恩典，主你嘅憐憫。主啊，盼望咧呢個風暴底下咧，讓到喺可能係即係喺街上邊嘅可能係露宿嘅人，或者咧係一啲即係被風暴去裏邊去即係可能影響到嘅，喺工作裏邊嘅，都要繼續去到咧去服務嘅唔同嘅人員咧，都保守佢哋嘅平安，保守佢哋嘅腳步，亦祝福咧係我哋在家中嘅弟兄姊妹咧喺風暴嘅裏邊咧，我哋都平安，並且咧有同家人相處嘅時間有咧你自己咧喺裏邊咧去安靜，可能反思頭先嘅信息，亦都咧係求主你咧俾我哋有仰望你同你有相交嘅時間。主祝福咧，我哋可能當中亦都有啲患病嘅肢體身體唔舒服可能係最近咧都會有流感啦，或者 COVID 咧都即係多咗，求主你咧去看顧，亦都咧喺裏邊咧你去醫治，讓我哋經歷到主你嘅恩典同帶領。多謝主俾我哋喺風暴裏邊都有崇拜嘅時間，有咧去敬拜你嘅時間，有咧聽信息嘅時間，呢個都唔係必然，係主你嘅憐憫，係主你嘅恩典。多謝主我哋咧嚟到去將我哋嘅禱告呼求嚟到交上，求你按你嘅心意成就，我哋禱告交託，奉靠主耶穌得勝嘅名字祈求，阿門。崇拜就去到呢度結束，祝福大家。